国外长王毅25日到访土耳其，与土耳其外长和总统举行会谈。流亡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及非政府组织在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示威和新闻发布会，抗议王毅到访。3月25日，东突厥散组织国际联盟等26个非政府组织在安卡拉召开东突厥散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新闻发布会，要求土耳其政府强硬回应北京在东突厥散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不要因为经济利益向中国屈服。与此同时，大约有2000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国在伊斯坦布尔当地总领事馆前和贝阿兹特广场示威抗议。抗议者手举维吾尔独立旗帜，其举起的示威牌上写有“中国是法西斯”和“中国应关闭集中营”以及“停止民族屠杀”等字样。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被美国政府、加拿大和荷兰议会一致认定为种族灭绝。瑞典著名服装零售品牌 H&M 应对所谓新疆棉花的一则旧声明，受到中国网民猛烈抨击，舆论持续发酵，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运动品牌转入争议，多名中国艺人宣布终止和 H&M 合作。在执政的共产党煽动下，中国的网上活动人士正在对一些外国公司进行惩罚。这些公司因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开展一场针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广泛镇压行动，加入了呼吁避免使用东突厥散棉花的行列。BBC 获得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正在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在西部东突厥散地区广阔的民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H&M 和耐克曾发布一则有关东突厥散棉花的尽责调查声明，称对维吾尔族被强迫劳动和受宗教歧视的报道表示关切。3月25日，正当中国外交部长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时，土耳其的反对派人士与流亡维吾尔族家庭一起参加了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示威者中有民主党领袖苏武萨勒、未来党副主席乌兹达格、浩荡党议员尤库什和幸福党议员卡拉杜曼。示威者要求中国作为大国必须遵守国际法律和自己的宪法，停止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任意拘押和暴行。东突厥散国民议会主席塞伊特·托姆图克由于可能感染了中国病毒而无法亲自参加抗议活动，但他发表了视讯声明。他表示，他被土耳其警方被软禁家中，警方不允许开塞利维吾尔人前往安卡拉参加示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接见了正在安卡拉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土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也在外交部与王毅外长举行了面对面和代表团会谈。会谈期间，双方讨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并就当前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乔乌什欧卢部长在其官方推特账户上表示，他们与王毅部长讨论了经济合作、新冠病毒和疫苗接种方面的合作。他表示，中土引渡协议并不意味着土耳其针对维吾尔人。中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2月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引渡条约》，条约目前正在等待土耳其议会批准。土耳其反对党和维吾尔社区反对这一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举行了上任以来的首场总统记者会，他表示他将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声称要加大投资，以确保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除了中美关系外，拜登还在记者会上提及移民政策、新冠疫苗、驻阿美军撤退等问题。拜登还提到了阿富汗撤军问题，称很难在5月1日的最后期限前从阿富汗撤军。拜登表示，他确信习近平相信未来的关键是专制而不是民主。
拜登表示，他已经很明确地对习近平说，美国并非要对抗中国，而是要跟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而且他公开要求中国要遵守国际规则，进行公平竞争。